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7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2篇，阿摩司书第5章10到17节，希伯来书第5章第1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大祭司。如同所有的先知们的工作一样，也就如同今天我们读的阿摩司先知一样，他宣讲了上帝的预言，他要求以色列人认罪悔改，回转向上帝。他们说严厉的话，如同阿摩司所提醒的，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，憎恨那说正直话的。你们践踏平民，向他们勒索麦子。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，却不得住在其内。栽种美好葡萄园，却不得喝所出的酒。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，你们的罪恶何等大。你们苦待义人，收受贿赂，在城门口弯曲穷乏人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实事，必静默不言，因为实是真恶。你们要求善，不要求恶，就必存活。这样，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。这些心里充满邪恶的以色列人，到底要如何求善呢？要如何才能符合上帝的要求呢？昨天我们读到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的经文后段，经文说到，要坐在最小的人的身上，因为这样做就是坐在上帝的身上。也如同哥罗西书第3章23到24节经文所说的，你们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尽心而做，不是为着人，而是为着主做的。应当知道主会给你们报偿，给你们从他的得到产业。你们的服事的对象是主基督。阿摩司书第5章15到17节这样说道，要恶恶好善，在城门口秉公行义，或者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向约瑟的余民施恩。主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如此说，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歌的声音，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，哀哉哀哉，又必叫农夫来哭嚎，叫擅唱哀歌的人来举哀。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，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要唱哀歌来举哀，
意思就是说，上帝必要经过那个地方，会有审判的。所以基督徒不但是要能够不行恶，更要能够为善，更要有悔改的心。唱哀歌来举哀，其实进一步来讲就是认罪悔改，还要献上悔罪的祭。我们必须如同尼尼围城的全城人们，当他们听到先知约拿的预言以及警告之后，他们马上在王的命令下就洒灰痛哭，表达他们悔改，并且恳求上帝的赦免。献祭是祭司的职责，也是上帝赐给世人与他们重新建立的关系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，这也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要赐给世人的救恩。因为他赐下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大祭司，成为世人的救赎。根据犹太教的传统，他们每一年都要回到圣殿去献祭，无论是感谢祭、燔祭，或是悔罪祭等。但是上帝因为这些人，他们所选出来的祭司需要一献再献，也因为他们自己祭司们也是人，也会为了自己一再犯罪，然后需要为自己献祭悔改。希伯来书5章第1节到第3节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大祭司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，被指定替人民侍奉上帝，为他们的罪献上礼物和祭品。大祭司自己就在许多的地方是软弱的，因此他能够温和地对待那些无知和犯错误的人，并且因为他自己的软弱，他不但必须为人民的罪献祭，也必须为自己的罪献祭。因此上帝赐下了另一位大祭司，他是无罪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第5章第4到第6节告诉我们，没有人能为自己取得大祭司的尊贵地位，唯有上帝选召的人才能够做大祭司，像亚伦一样。同样的，基督没有为自己争取做大祭司尊贵的地位，相反的，上帝对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今日我做你的父亲。”他又在另一处说：“你要依照麦基洗德一系永远做祭司。”这是非常明白的在说明耶稣基督的身份，因为他成了大祭司。他成了大祭司不是争取来的，是命定的，是上帝要透过他使世人能够与他复合。这些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，他通过基督赐给我们和他和好的机会，
又将给人和他和好的职务交代了给我们。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18节的经文。诗篇52篇，勇士啊，你为何以作恶自夸？上帝的慈爱是长存的，你的舌头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头刀，快利伤人。你爱恶胜过爱善，又爱说谎话，不爱说公义的话。诡诈的舌头啊，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。上帝也要毁灭你，直到永远。他把你拿去，从你的帐篷中抽出，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。一人要看见而惧怕，并要笑他，说：看啊，这就是那不以上帝为力量的人，只倚靠他丰富的财物，在邪恶上坚立自己。至于我，就像上帝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我永远依靠上帝的慈爱。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因为你行的这事，我也要在你圣名的面前仰望你的名。这名本为美好。感谢满有慈爱怜悯的上帝赐下救恩，并且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，得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得以跟天父建立复合的关系。谢谢上帝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